挑战真人版百苗图之。有人说九妹穿的这套改良的大花苗服不够正宗。作为一个穿过最多不同支系苗族服饰的博主，我不允许传统大花苗服的缺席。今天呢，就给大家安排上。传统大花苗服非常标志性的一个配件就是它们的这个披肩，背后呢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方形加流苏的一个刺绣的一个配饰，然后呢它的坎肩上有很多交叉的这种十字和菱形纹，据说呢是象征这个大花苗祖先这个古代的战甲。大花苗呢它们的底裙也是这种百褶裙，不过呢比起我们很多文山啊一带的这个百褶裙，它们是这种宽百褶，它整体穿起来的话就会更加大气硬朗一点，它的线条感更加硬朗一点。它们的上衣呢就是这种长袖的，就是说它能够让我们这个披肩露出来的这个手的部分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暖的作用。然后呢这个上衣它既有那种有点像旗袍那种立领，也有这种交叉领的，它整体的是高腰设计，它能够把一个人的身材比例啊衬托得非常的好。传统的大花苗的这个裙子的前面呢，它不是那种方形的围腰，更多的是这种菱形的这种围腰。这种菱形的围腰中间呢，还有这种井字形交叉的这种刺绣纹路。它这种刺绣纹路有点像古代的那种祖先的田地城池。前面几期呢，九妹做大花苗的这个妆造都是自己搭配了一些中部的银饰，那个都不是他们传统的发型。这种就是像我们的辫子做成的这种加红毛线做成这种他们传统的这个发型，古代的女孩子是不剪头发的，然后呢就把它编成一股长辫，绕我们头发走一圈。这个呢是现在做成了一个现成的，因为我们现在很多女孩子都没有留那么长的头发，我们就直接安排上了这种传统的这个发套。今天我们要拿这一整套来穿一套传统的大花苗造型。